台中新光3月百货公司发生爆炸，3000外的专柜人员的头路马上出问题。公路工局已经接到14间的厂商来通报，有28个人会去互资遣。台中新光3月发生起爆，现场无烟散布，人客赶紧找出口要走，专柜人员唔敢刷脚步，因为唔知影敢会当走。 这是发生伫咧13号中昼起爆的当时紧急的状况。新光3月强调，第一时间已经透过广播叫大家紧走，不过专柜人员等20分钟，工作者指令会当离开柜位，因为若是家己离开，相关可能扣罚2000。那业者的危机应变能力受到质疑，3000多位专柜人员的生计嘛受到真大影响，已经有真侪厂商要叫员工转去食家己。目前有收到14家柜位厂商申请之前通报，那共计28人。新光3月800个柜位厂商、外包厂商2间，劳工得要4000人。若是阁有其他分店有的专柜人员会当接受安排调去支援，不过若是无适合的职务，就敢会当领上低的工资。或者是考虑接受非自管理资遣，由市府来安排定税慷慨。 提供相关的就业辅导，那协助劳工申请失业给付。那另外，如果说有转职规划，也有相关职业训练课程。市府强调，因为起爆受到影响的劳工真多，除了会安排就业说明会，还提供就业的服务和训练，和失业补助，希望这些劳工会当赶紧渡过难关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